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是11月初8，约翰一书6章18节安尼讲：我要做恁的爸，恁要做我的囝，查某囝。这是全能的主讲的。三甲来祈祷，要做阮的爸的天父，阮感谢你，主啊，你是至大，照阮的耳孔所听见的，无一个会比得你。你以外无上帝。即款的主啊，阮是啥人？阮的家算啥物？你既然带阮入到你恩典的厝，将阮脱去奴仆的外衣，互阮穿儿女的新衫，互阮对卑贱变诚尊贵。主啊，你所赏赐互阮的，是遐尔大的疼，因为你毋是看阮的所行是好也毋好，才来疼阮，乃是伫阮枵得罪中，还是罪人的时，就来疼阮，因为你讲，你要做阮的爸，阮要做你的囝，查某囝。这是全能的主，你对阮所讲的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